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因为知道位于宜兰山区的双连埤也有着小型的客家聚落，我决定到这来走走。在美丽湖光山色的陪伴下，走遍当地客家庄的彭大姐开始跟我讲起当初客家先民决定前来深山中开垦的故事。当初这个双连埤是怎么样形成客家聚落的？客家聚落会形成，其实跟日本人的开垦政策有关。当初的开垦中心的主任中村义角，他决定要在这边设开垦中心。那第一个过来的就是周先生家，他本来在三星那边呢是在菊脑。那听到这边有找那个垦民的时候，他就想要过来，因为他在三星得到了那个马拉利亚，然后到这边开垦的时候，他那时候种的地瓜非常的大，非常的漂亮。因为土地很肥沃嘛，那然后他回到杨梅那边去的时候，碰到做大水把田都冲垮了，那边的人也是民不聊生，所以就想说要跟过来，就一起过来这边开垦。原来双连埤的客家先民是在日本时代就从桃竹苗辗转移居到这来，而最早来开垦的周家就在附近。彭大姐要带我去历史悠久的周家老屋瞧瞧。你看它上面的泥土做的土雀砖哦，你注意看，还有稻谷跟那个有，我有看到哎，就是它上面的那个都还留着那个稻谷，都是对的，一个一个的砖头这样子。这早期这边交通算是不便利的啊，是为什么可以这些材料是可以运上来？其实石头跟泥土要取得并不困难，他们在开垦的当中就可以挖到非常多的石头，所以早年都是用石头来盖房子。彭大姐说，保留下来的不只是传统建材的周家老屋，还有罗家以前用来养水鹿的鹿寮。她还说，其实鹿跟客家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浓厚的。这边就是以前的人会有养一些鹿来增加收入。那因为一般人都是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嘛，那就是卖了增加收入这样子。到最后也是就是不愿意养，也舍不得卖掉的时候，到最后把它也放掉了。他讲说，他放出去，鹿都还在附近徘徊。彭大姐说，罗家在鹿寮周遭种了许多水鹿吃的植物，而且对水鹿照顾有加，所以鹿群才会不忍离去。真没想到，在这深山中的客家小聚落，也能听到客家人与水鹿之间情感真挚的故事，真的让我很感动。